陆委会之前宣布讲，按算要开放中国旅行团来台湾，嘛开放中国籍的人士会当来台湾商务交流。也毋过讲，各台办是批评讲，这根本就是民进党政府家己的画大饼。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是回应表示讲，陆委会已经提出善意，即马着看对方的态度，嘛望讲会当有正面的回应。 陆委会顶礼拜宣布恢复第三地中国籍人士来台湾做观光业，嘛会恢复两花团体旅游的规划，而且宣布为8月28开始恢复中国籍人士来台湾做商务交流。不过，各台办却是批评这个规划不是真正的恢复，对两花交流颠倒是更较严格的限制，敢若是民进党咧讲痛的尔。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材受访的时阵讲，目前陆委会已经有提出善意，期待中国会有正面的回应。 陆委会跟我们在讨论中，也都释出了善意啊。我们期待，在中国大陆这边，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回应哈。我现在是看不出来啊。王国材表示，影响恢复两花旅游，包括导游、甲领队的训练、接待能量的准备，也有包括旅游行程的规划，会伫接下来这1个月来做准备。不过，旅行社业者也真烦恼另外一件代志，就是目前台湾观光旅宿业欠工的问题也真严重。 从疫后解封之后就很严重啊！如果这入团要进来的话，那可能这些人不补上去的话，我们的供应量可能都会更紧张。包括劳动部的这些扩大就业的方案，旅宿业哈，这个。 他们在这个清洁工哈是清洁人员哈，我们有一些这个补助了哈。游览车的部分现在也在包括人员的一些训练了。我想准备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哈。各台办若无新的回应，陆委会1个月了后，敢有可能无开放两花旅游？王国材强调讲，会先甲陆委会讨论，旅行业要是会当先准备旅游行程的工课，1个月嘛袂囥伫遐咧用。伊嘛强调讲，两花健康交流是咱打拼的目标。期待对方善意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